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外贸数据造假，聊一聊这个外贸骗补啊，由于骗补贴而对外贸数据进行造假。今天这个第一财经啊，它有一篇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啊这些所谓的外贸公司所谓的外贸数据是怎么来的，叫亿元骗补案背后的出口数据灰色地带。这个不仅涉及到骗取啊地方政府的这个出口补贴，更重要的是这个外贸数据啊变成了注水，造假啊无处不在，各行各业啊大同小异啊。外贸出口统计数据的灰色地带被一桩涉及补贴金额过亿元的诈骗案暴露到台前。今年1月，武汉多名外贸从业者被武汉检方提起公诉。根据指控，被告人何某在湖北多地设立空壳公司，购买外省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也就是行内所说的买单出口，骗取湖北各地方政府巨额出口奖励款，涉案金额过亿元，构成诈骗罪。该案于今年4月开庭，尚未宣判。这个地方政府出口补贴，那肯定是补贴本地生产的东西，对吧？出口到海外对它进行补贴，但是这些补贴款都进入了这些诈骗犯的手里。第一财经调查发现，此案并非孤立，多地都有类似案件被查处。买单出口在多地已经存在多年，一些地方曾经查处过多起类似案件，但有一些地方对此并不阻拦。为什么不阻拦呢？因为我分析这些地方的政府需要这个 KPI。 买单出口产业链利润来源是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补贴，涉案外贸从业者被控诈骗政府补贴，但多份证据指向多地商务部门对买单出口知情，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你看看这第一财经说的，各个地方政府有的主管单位是不仅知道买单出口骗取政府的补贴，甚至还是这些地方主管部门主导进行的，那不就是搞这外贸数字造假吗？所以我们得很多地方公布今年外贸出口增长了多少，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字只能是个参考，对吧？一点都不能信呢。就像有人告诉你，你今年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但是你一看你的存折不仅没有涨，还少了。第一财经说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石某等多人共谋合伙购买外贸企业出口数据，使用的方式为买单出口。这个石某是第一被告一共9个人里面，他在湖北从事跨境物流多年，关联多家跨境物流电子商务公司。近年来，湖北鄂州花湖机场的货运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石某在此投资布局，并被多次报道。据公开信息2020年，石某与世界500强航运企业全资子公司日游物流达成合作，投资6亿元，在鄂州临空经济区建设日游物流枢纽中心。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也参与造假骗补第一财经获悉2024年4月19号，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汕头海关缉私局联合武汉海关缉私局，在深圳、武汉等地展开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石某等人。2024年7月5日，汕头海关缉私局将本案移送武汉天河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并侦查终结。同年8月移送侦查起诉后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2次。根据这个检方的指控2017年到2023年这6年间湖北省多个县市、湖南省株洲市等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出口经济发展，先后制定政策文件，对本辖区外贸企业出口贸易进行奖励，由各地商务部负责审核执行。具体而言，被告人与各地商务部门达成出口奖励协议后，借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仙桃市、汉川市、云梦市等地先后注册成立了90多家公司，并申请出口资质，在公司无实际经营的情况下，提供公司名称和资料，通过曝光中介委托曝光公司，将真实货主出口的货物套用涉案公司名称进行曝光，非法生成在海关出口数据。这个造假什么意思呢？第一财经下面有报道，就是这个造假怎么来的？不是说没有货物出口还真有货物出口。被告人一面向曝光中介支付出口买单价款，一方面向商务部门递交申请文件，按照出口货值$1奖励人民币3分钱左右的标准获得奖励款。为逃避税务稽查，在获取奖励金后，被告人随即将申领奖励的公司注销。这个被告石某供述
成立这些公司目的就是为了在深圳那边能够通过买单出口的方式拿到出口数据，随后去商务局领取补贴款。拿到补贴款之后，公司就注销了，并称这是商务局教我们做的。你看看，这不是政府公然造假吗？所以我对任何补贴啊都是很反感的。你说那个消费刺激啊，发那个什么消费券都发不明白，不就是为了这个里面有灰色空间吗？这钱到底补贴到哪儿就是不知道，弄虚造假，连外贸数据都弄虚造假。检方称啊，被告人石某、李某、王某等人采取上述手段，共计骗取各地方政府出口奖励约 1.05亿元，其余被告如此3人之间产生交集，骗取出口奖励数百万到1000万余元。此外，石某等几名被告还被指控犯有走私普通货物罪。如果以1美元出口补贴3分钱人民币计算啊，该案涉及的上亿元出口补贴对应的出口额，就是你出口货物估算一下啊，在数百亿人民币。资料显示，自2020年起，湖北省进出口规模连续3年突破4000亿、5000亿、6000亿大关，2025年突破7000亿元大关，你就知道是怎么突破的啊！这样可喜的成绩啊，伴随着是骗补，是地方政府默许甚至纵容甚至主导的出口造假。公诉机关指出，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本地经济发展、补外贸经济，出台奖励政策。被告人利用政策执行的漏洞，设立空壳公司，购买他人出口数据，非法套用在自己公司名下，在海关系统中虚构了形式上的出口增长数额，实际上没有任何支持经营活动，对外贸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这是典型的虚构事实。没有任何组织程序将买单出口问题上上报政府决策部门并取得同意。那么这个具体操作怎么操作呢？为什么有这种叫买单出口？第一财经说啊，在沿海地区啊，一些中小出口商没有出口资质，就是他生产的产品他没有出口资质，或者呢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对吧？就是你跟海外某个商家联系好了，你给他出口一笔这个假睫毛，你要么就没有出口资质，要么就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等你把这些办齐了，那你的成本要上去，那怎么办呢？要出口的吧，你那边客户都谈好了，就会选择报关公司、货运代理机构，他来替你办理相关业务。他把你这个一笔货呢，给他挂到具有出口资质的公司下面。那就比如本案所说的这个石某，他在湖北啊注册了90多家这样的企业，有出口资质。而对你来说呢，你套在谁名下出口无所谓，反正你这货到了，对吧？海外人家把钱打给你就结束了。具体流程，空壳公司将企业登记基本情况发给报关行，并向报关行出具代理报关委托书、委托报关协议。空壳公司或报关行根据报关行已掌握的无主出口货物，就是刚才说的啊，没有出口资质的或者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这些货，制作电子版的出口货物清单、专箱单、商业发票，有的口岸也可能需要代理出口合同等贸易协议。报关行根据上述文件制作预录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提交海关报关，这数据就列到那个海关的数据里面去了，你这个货啊就出口了。那这个报关行他手中掌握大量的这个无主货物，不是真的没有主人啊，这说明他没有出口资质，大量的这样的信息。那边呢，有人注册了大量的有资质的公司，他没有货主的信息。这样你看报关行这些货运代理，对吧？他就是两边作为中介啊，他两边就匹配上了，一边要数据，一边要能出口。本案中，报关中介张某供述啊，说真实货主公司把真实出口的货物委托给货代或者报关行，让他们代理出口，他们只知道报关行在帮他们代理出口，至于这些货实际使用什么公司抬头报关出口，真实的货主公司是不关心的。对啊，我也不关心啊，我只要到时候这货出口了，客户钱都打给我了就行了，客户收到货，我收到钱。报关中介物有大量出口数据，该案被告从报关中介手中购买数据，以申领各地出口补贴赚取利润。此类空壳公司啊，出口数额巨大，却没有纳税和申报退税，因此被地方税务部门视作异常，从而被调查。对呀，你这个公司没有增值税，没有任何税，只有从政府那领取补贴，完了注销，那税务部门能装傻吗？他就得查你啊。多名被告家属
及代理律师则认为，海关返回的数据均有对应的出口货物，数据真实，不存在诈骗行为。骗取政府的补贴，这还不叫诈骗吗？对吧？这货又不是你这儿生产的，是福建那边的、沿海的、深圳的无主的货，想让你把这些货都算到自己名下，然后去报关，这不就是数据造假吗？但是啊，这些套取政府补贴的人十分可恶，对吧？问题是谁让他们这么干的？谁纵容的？这个事情啊，干第一笔就应该被发现，因为他没有报税啊，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只有一个补贴，让这公司社保没人。你想想，这公司肯定社保没人呢，对吧？你发过工资吗？没有交过税，这样的企业拿来到你这儿领补贴，你这个商务部门不核实一下吗？这个什么个公司啊？公司的经营异常，对吧？所以说啊，问题还是出在主管部门。那家属肯定就不高兴了，肯定喊冤了，对吧？这是你政府默许我干的，我认为政府对吧排忧解难，对吧？你这 KPI 不够，我来帮你搞 KPI， 就像各地政府那个招商引资一样，这个也后来啊一地鸡毛。有的政府为了说我不是专门招外资吗？那就专门有人在香港或者在澳门在什么地方注册公司，内资变外资，完了跑这来投资，钱来过一手，马上就抽走。这个咱们也报道过啊，你看看一切皆可造假，出口数据可以造假，吸引外商投资可以造假，为什么造假？就是要完成 KPI。那这被告家属那肯定是不愿意啊，对吧？他肯定喊冤呢。这个被告家属告诉第一财经，当地相关部门及相关领导并非不知晓被告公司提供的出口数据属于买单出口，有些相关人士甚至对此有过明示或者暗示，他们提供录音、聊天记录等材料中确有此类内容。被告黄某供述啊，为了咨询相关政策，他找到武汉某区商务局分管这块业务的朱某。朱某说啊，区商务局有完成一般贸易出口额的绩效要求，你看看就是 KPI 啊，并问黄某有没有相关出口业务可以给区商务局提供支持。黄某说啊，认识沿海很多大的报关行老板，他们掌握很多没有进出口资质的货主实际出口货物，可以帮区里完成一般贸易的出口任务。你说福建的这个货物跟你们湖北有什么关系啊？湖北地方商务局给算到他头上去了，就这意思啊。第一财经获得一份被告黄某公司与某供应链管理公司签订的协议，根据湖北省对外贸易综合服务全覆盖工程实施方案精神和要求，被告公司向该供应链公司提供全流程外贸综合服务，而在武汉市某区政府官网这个叫2022年出口货物及专项奖励资金审核汇总表中，该供应链管理公司和关联公司在列。黄某家属告诉第一财经，该供应链公司为招商局平台公司，买单出口相关事宜与该公司沟通。你看看啊，这个商务局下面还有平台公司负责造假。石某则称啊，外贸综合服务见效太慢，各地的商务局都在通过代理出口方式做外贸数据，所以各地的商务局就让我们也在当地做代理出口。被告家属告诉第一财经，买单出口这门生意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但需要比较好的政商关系、外贸经验和资金实力。个别月份政府需要开门红的时候，各地征购中介手中数据供需影响价格，成本甚至高过政府补贴。被告方出于维护政府关系的考虑，做亏本买卖。政府补贴发放需要过程，购买出口数据需要被告方垫资，账期较长。这就是一门生意了啊，就是石某啊注册90家有出口资质的公司，分别对应不同的地方，对吧？湖北各个地市啊，外贸局、商务局负责替他们买数据。那这个石某从福建那边中介买数据是要先付款的，钱要垫付，但是政府给补贴，那肯定等到海关的数据传过来，然后再去核实，对吧？然后再走流程，恐怕要半年3个月，补贴再下来。那这么长时间里面，石某他们叫垫资啊，那这个钱也不少。那有的时候呢，你看看啊，到了月初或者是季度末，对吧？这不就是统计局要统计了吗？各个地方要交成绩单了吗？这个时候恐怕就对这种外贸这个数字啊，就是买单出口这个需求就大了。不光是湖北省啊，那其他地方也买啊，买的人多了，这个价格就涨上去了。价格涨上去，甚至有的时候涨到啊，已经亏钱了。就是你买的这个数据啊，政府给你的补贴已经覆盖不了了。但是这些做假的这些公司啊，他为了维持跟政府的关系，这个生意要常做啊，所以他还补贴，就是他要做亏本生意。你看到这个地步。第一财经获得的材料显示，据称是武汉某区商务局职员曾向黄某公司员工提
提到数据太少，当年任务完不成，原本预留到次年开门红的数据要放到当年12月冲，你看冲量啊，你看年底要完成绩效考核啊，那这个时候黄某他就得加大购买这个数据的力度啊，对吧？你只要多给钱，数据还能买得到，因为大家都竞争啊，每个地方都需要这数据，价高者得嘛。被告方告诉第一财经，案发前被告方公司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合作愉快，有关部门甚至会在相关公司遇到麻烦时进行协调。被告黄某的公司就曾因买单出口被税务部门关注。2023年，武汉某区税务局曾对黄某多家公司开展核查，向商务局发函提示买单报关业务模式风险。区税务局致商务局关于提示部分出口企业风险的函中说相关企业关单显示自营出口，而企业相关负责人反映其仅为出口贸易服务，并未收取任何代理手续费，企业均未在税务部门申报出口退免税，也无法提供相应有效进货凭证、收汇凭证和收汇记录，也无法提供进行贸易服务合同资料。相关企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按出口值对应发放的财政补贴，也就是税务局啊那个大数据是吧？什么金税47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第一财经获取的资料显示针对税务部门关注，经过该区商务局、外贸服务平台以及企业代表商议后，拿出解决措施：一、关于税务提出的企业合规问题，受疫情影响，全国都是同样的操作方式，即通过代理服务的方式采购真实数据来填补经济指标的短板。你看看啊，这个是湖北的商务局说的，这全国都这样干。这我想起了这个在俄乌前线的吧，这俄罗斯前线的这些小兵骗排长，排长骗旅长或者骗营长，营长骗旅长，旅长骗司令，司令骗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就骗普京，不是一个意思吗？他说你看这个政府部门怎么说说出口产品本身具备免增值税的条件，是通过代理服务产生的数据，企业没有收入只有支出，所以也就没有企业所得税，而且这些企业都是真实的出口业务，真实数据没有弄虚作假，都是为区里经济指标做了贡献。这些企业不仅没错而且为当地的经济还做了贡献，就是你搞虚假数据，你说这叫什么理？说二，税务部门风险提示函于2023年3月底出具，外贸服务平台和企业希望针对2023年4月之后出口业务，按照最新的要求完善各项资料，确保合规经营，符合政策要求。为了在下半年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并继续完成区里的外贸出口经济指标，希望对2022年至2023年4月之前引进的贸易型企业的出口数据予以肯定，相关部门能够既往不咎，给予兑现相应的奖补资金。第三关于新政策内容的调整，经过与税务沟通，拟定好新政策文本内容后，再次征求税务部门意见，并请税务部门回复意见。你看看商务局跟税务局开个碰头会、协调会，这不就是秃子团狮子明摆着的吗？这政府允许的。税务局的介入让商务局委托审计公司对黄某公司进行审计，原本应于2023年1季度兑现的2022年出口补贴，于2024年初才完成。也就是说拖了1年多。那这1年多，你这个黄某的企业都要垫款了，对吧？后面你每个月都有要往里垫，这个钱也不少这个第一财经说用买单出口套出奖补的情况存在多年。第一财经获得一份裁判文书显示2008年江西某地已有人用买单出口方式擅自调整全市出口创汇数据，获取出口创汇补贴，相关官员知情并因受贿获刑。同类案件在过去数年时有发生。第一财经发现各地出口奖补政策发放门槛存在差异，对买单出口的定性处置并不一致。就是这个石某、黄某系列案所涉的汉川市、安陆市、应城市、钟祥市、云梦县商务局提供的材料及相关证人证言均明确，商务局在发放补贴款时属免申即享，无需企业递交其他证明材料。各地商务局领导或职员证词也显示，补贴发放主要依据海关出口数据，企业免申即享。湖北某地商务局一位领导称该项奖励只是针对外贸出口数据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奖励，考核标准就是外贸出口数据。在被询问对外发放奖励补贴对象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有无要求
求，比如要求缴纳社保、有在本地纳税、真实生产时，该领导表示，我们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兑现奖励政策时，主要依据海关出口数据，没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当被问到如果企业没有在当地交社保、没有在当地纳税、没有真实生产，属于空壳类公司，但是当地注册的企业有海关出口数据增长，在不在你们发放外贸奖励补贴范围？该领导并未正面回答。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地方政府初衷肯定是希望奖励本地的企业生产，完了之后再卖到国外去，然后对这种行为给予补贴鼓励啊。结果呢，这些人就开始钻漏洞，对吧？你的凭据是什么呢？你凭据是海关的出口数据，你怎么证明它出口了，对吧？海关的数据。那既然你只看海关的数据，那我就从海关的买数据就完了，从货代，对吧？那个代理报关的那些买那些无货主的货，实际上这个漏洞很好补啊，对吧？你这个企业不光有海关的数据，我还要考察你企业自己的生产数据，在当地的，对吧？你拿出来给我看，你这些数据手续全了，我再给你补贴。有漏洞不补，那说明就是政府故意为之啊，就是公然造假。那现在出事了，对吧？那开始推责任了。湖北某县商务局领导在被问询时也表示，文件中没有要求我们审核企业的社保情况，我们认定企业是否符合奖补政策，认定的唯一指标就是上级商务部门下发的海关出口数据。如广东省中山市2021年判例显示，被告人徐某等人为了骗取中山市人民政府外贸专项补贴，何某通过向异地他人购买出口数据，虚构在中山市开展出口贸易的事实，以此骗取中山市外贸专项财政补贴，共计人民币2800余万元。被告人徐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第一财经获悉啊，云南目前也有同类案件正在审理中，相关个人在云南省昆明市、红河州等地临时注册成立100多家空壳公司，委托报关，虚构为空壳公司名下自营或代理进出口业绩。被告被指控骗取云南省外贸企业奖补资金人民币2亿多元。第一财经注意到，有判例显示，同类案件被告并未判处诈骗罪。你看，同样的行为啊，有的地方是判诈骗罪，判他10年，但是有的地方不是判诈骗罪。说广东省梅州市一判例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在与经信局签订合同时，意思表示一致，对合同的履行也得到了经信局的认可，所得出口扶持奖励也是经经信局审查计算，并经会议研究决定给付的，最终被判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构成诈骗罪的意见未予采纳。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那这个罪就轻多了，对吧？也就2-3年啊。安徽金亚泰律师事务所主任说啊，自2022年以来，购买报关数据获取政府奖补资金的行为在司法实务中被指控为诈骗罪最为常见，也有法院以非法经营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作出判决。在他看来，在所谓被害人在商务部门授意、明知安排下，通过花钱买数据的方式，以及在货物信息真实可靠、国家统计的出口总量不变情况下，行为人通过私下额度调整，将出口发达地区的货物嫁接到欠发达地区，实际上是一种总量不变、自由分配的数字游戏。国家稳定外贸基本盘和地方政府要出口政绩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你看看，这还挺会狡辩的。也就是海关的数据总体是不会变的，对吧？海关统计出口的货物啊不变，无非就是对吧，把那个浙江、福建这些出口发达的地方的这个数字啊挪到了湖北，对吧？云南这些不发达地方，这些不发达地方要业绩，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 KPI 指标就搞这些东西，实质上的出口创汇有利于就业，并不属于地方政府制定奖补政策的正式目的。出口创汇实际就业人数等情况通过实际审查唾手可得，而奖补资金发放前这些问题并不在审查的范围。律师认为啊，购买报关数据获取政府奖补资金的政策信息不公开，政府单方面确定报关数据额度空间，还由政府出面解决企业困难，谁是真正的主导者，谁只是配合者，一目了然，是一目了然啊。这个事情说白了啊，我们在以前介绍过，这个各个地方招商引资，对吧？尤其是招外商引外资，也是通过这些中间去造假。归根结底啊，都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 KPI， 为了 GDP， 比如为了完成 GDP5%，那他就
的指标级的分解呀，分解到各条业务线、各条行业，对吧？各个部门横向分解、纵向分解，各个部门你背多少，对吧？工信局背多少，商务局背多少，那指标是这样分解下去的，对吧？你工信局你要增长6%，对吧？或者商务局你要增长7%，那商务局它也有的分解啊，我这7%我怎么涨？那我只是出口涨吧，实际上是出口涨不了，那怎么办呢？买数据都这么造假。那为什么后面是一地鸡毛呢？这些配合造假的人当然也赚钱了啊，他这个肯定要涉及到灰色收入啊，对吧？这个钱为什么他能赚呢？那是不是钱拿到之后还要跟谁3期分账啊，对吧？然后呢，出了事那你是背锅的，也就是有些地方啊不讲武德，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这玩意有问题，但是这些配合的人啊，这些被告他们就站着跟政府有关系啊，政府默许我干的，还能错得了，所以他就翻一大胆干。但是现在不是方方面面的缺钱吗？对吧？这政府放出去的钱乘以3还要还回来，那就开始收网，一网打尽，这不就是不讲武德吗？过去咱们暗许默许的，对吧？不算数，有点像黑吃黑呀，这一个都不值得同情啊！这些被告啊，判10年没毛病，弄虚作假赚，明知这是造假，这个钱也赚，完了之后还涉及腐败呢，很有可能还给别人送礼，这些人判10年没毛病啊。但是那些受益，对吧？暗示这些企业去造假的这些部门、这些领导担什么责？难道就这么算了吗？这个也提醒啊，很多一心想发财的，自觉自己有门路的，对吧？认得政府几个人就想靠着政府赚钱的，小心一点吧，别到时候，对吧？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自己挖坑埋自己。这个钱有命赚没命花，你明知这个钱，对吧？是造假骗国家补贴，你还去干，这就不对啊！除非政府有关部门给你发红头文件，对吧？给你发书面的函，希望你这么干，你得有留痕，你得有证据，你靠某某某局长哪个业务员给你说暗示你，那个没有用，在法庭上都不能做证据，对吧？人家不承认，或者人家承认了，人家说不是那个意思，这就叫不讲武德嘛。因为你就是背锅的，你要不想背锅，那你就让人家给你红头文件。通过这个第一财经的报道，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外资外贸这些数字只能参考。为了这些数字，我们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冤枉钱，大头的钱去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这就是为什么啊，对吧？这个韭菜越来越感觉到不幸福的原因啊，这就是为什么牛马越来越觉得累的原因。你看我们的数字，对吧？蒸蒸日上，很漂亮。本来这些钱应该给牛马解决它的医保、养老、社保，对吧？社会保障体系本来是用来解决民生的，结果被买假数据去了。完了，公布的数据还很漂亮，对吧？然后跟牛马韭菜的感受啊完全背离，这就是一个怪圈啊！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挺难的。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